快啲嚟睇下我哋呢18日嘅新疆行程啦！由喀什出發，先走入白沙湖嘅靜脈喀拉庫勒湖，倒影住慕士塔格峰，跟住穿越獨庫公路南段，由戈壁荒漠一路去到高山草甸。傍晚時分，巴音布魯克9曲18彎嘅日落靚到令人屏息。行到那拉提，空中草原嘅綠毯直鋪到天邊，而花海那拉提嘅斑斕色彩就係草原最熱情嘅擁抱。再嚟到天山花海，一望無際嘅花田，薰衣草嘅紫色浪漫醉人，微風吹過，花香撲面，彷彿跌入童話世界。之後到達賽里木湖，賽里木湖嘅藍純淨得令人屏住呼吸，治癒所有疲憊。烏爾和魔鬼城，雅丹奇觀喺風聲呼嘯中更顯震撼人心。18日嘅旅程，我哋睇雲四季風景，亦收穫旅途中最溫暖嘅驚喜。生日快樂！呢份係專屬你哋嘅回憶，南北疆嘅點滴，值得用一世去回味。秒速關注更多筍嘢，跟實領華旅遊社。